主，你传我高音华，我心何主，我若想主性命，我心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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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传我高音华。我们感谢你，基督，我们赞美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
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们敬拜你，基督，我们感谢你，上主，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因你在十字架上救赎世界万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我心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我心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主他拯救了我，我心灵平静安息在主内，是他拯救了我。
耶稣拄要出外的时，有一个人行来，跪伫伊的面前，问伊讲：“好老师，我着做甚物才会当承受永远的活命？”耶稣甲伊讲：“你哪会讲我是好？上帝以外无一个是好。这诫命你拢捌：毋通害死人，毋通奸淫，毋通偷窃，毋通做伪证，毋通诈欺，着孝敬父母。”迄人应耶稣讲：“老师，这个诫命我对细汉就一直有在遵守。”耶稣注目看伊，听伊甲伊讲：“你还欠一项，你去卖所有的来分互善册人。你伫天顶就有财宝，然后来对我。”迄人一听到即句话，面色色，悠悠羞羞离开，因为伊财产真济。耶稣四周围看一遍，甲门徒讲：“有钱人入上帝国，偌尔啊困难。”门徒听到伊所讲的话，非常着惊。耶稣阁甲因讲：“细囝入上帝国真正困难，路途穿过尖片仔，嘛比好野人入上帝国阁较简单。”门徒阁较着惊，大家讲来讲去，若安尼，啥物人会当得到救？耶稣注目甲因看，讲：“即个事人做袂到，上帝就会因为上帝逐项拢会。”彼得就甲耶稣讲：“我已经放下一切来对你。”耶稣应讲：“我实在甲恁讲，无论啥物人，若为着我甲福音的缘故，放下厝体、兄弟姊妹、老母、老爸、囝儿甲田园，伫今世得到百倍的厝体、兄弟姊妹、老母、囝儿甲田园，阁有迫害，伫来世会得到永远的活命。总是今世第一个会做上落尾，上落尾会做第一。”正在耶稣出来行路时，跑来一个人，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师，为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善？除了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诫命你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欺诈，应孝敬你的父母。”他回答耶稣说：“师父，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定睛看他，就喜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必有保障在天上。然后来背着十字架跟随我。”因了这话，那人就面带愁容，忧郁地走了，因为他有许多产业。耶稣周围一看，对自己的门徒说：“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门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耶稣又对他说：“孩子们，仗持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骆驼穿过针眼，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他们就更加惊奇，彼此说：“这样谁还能得救？”耶稣注视他们说：“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却不然，因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伯多禄开口对他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我，为了福音而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姐妹，或母亲，或父亲，或儿女，或田地，没有不在今时就得100倍的房屋、兄弟姐妹、母亲、儿女、田地，连迫害也在内，并在来世获得永生的。但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예수께서 길에 나가실새 한 사람이 달려와서 꿇어앉아 묻자오되 선한 선생님이여 내가 무엇을 하여야 영생을 얻으리이까? 예수께서 이르시되 내가 어찌하여 나를 선하다 일컫느냐?
하나님 한 분 외에는 선한 이가 없느니라. 내가 계명을 안 하니 살인하지 말라, 간음하지 말라, 도둑질하지 말라, 거짓 증언하지 말라, 속여 빼앗지 말라, 내 부모를 공경하라 하였느니라. 그가 여짜오되 선생님이여 이것은 내가 어려서부터 다 지켰나이다. 예수께서 그를 보시고 사랑하사 이르시되 내가 아직도 한 가지 부족한 것이 있으니 가서 내게 있는 것을 다 팔아 가난한 자들에게 주라. 그리하면 하늘에게 보화가 내게 있으리라. 그리고 와서 나를 따르라 하시니 그 사람이 재물이 많은 고로 이 말씀으로 인하여 슬픈 기색을 띠고 근심하며 가니라. 예수께서 둘러보시고 제자들에게 이르시되 재물이 있는 자는 하나님의 나라에 들어가기가 심히 어렵도다 하시니 제자들이 그 말씀에 놀라는지라. 예수께서 다시 대답하여 이르시되 얘들아, 하나님의 나라가 들어가기 얼마나 어려운지 낙타가 바늘기에 나가는 것이 부자가 하나님의 나라에 들어가는 것보다 쉬우니라 하시니 제자들이 매우 놀라 서로 말하되 그런즉 누가 구원을 얻을 수 있는가 하니 예수께서 그들을 보시며 이르시되 사람으로는 할 수 없으되 하나님으로는 그렇지 아니하니 하나님으로서는 다 하실 수 있느니라. 베드로가 여짜와 이르되 보소서 우리가 모든 것을 버리고 주를 따랐나이다. 예수께서 이르시되 내가 진실로 너희에게 이르노니 나와 복음을 위하여 집이나 형제나 자매나 어머니나 아버지나 자식이나 전토를 벌인 자는 현세에 있어 집과 형제와 자매와 어머니와 자식과 전토를 100배나 받되 박해를 겸하여 받고 내세 영생을 받지 못할 자가 없느니라. 그러나 먼저 된 자로서 나중되고 나중된 자로서 먼저 될 자가 많으니라.期待基督的来临，让喜悦充满我心灵。期待基督的来临，让喜悦充满我心里。期待基督的来临，让喜悦充满我心里。期待基督的来临，让喜悦充满我心灵。期待基督的来临，让喜悦充满我心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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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为基督徒合一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求主赐给我们凡事谢恩的心。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晚上还在执勤读书的人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在这高压的时代，求主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身心灵都得健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心灵送向的人、忧闷的人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我们为那遇到挫折、苦难的肢体来代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全世界武汉肺炎的疫苗的注射以及控制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丧失亲人的家庭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台海安全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社会的公平正义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台湾百姓更多人来认识上帝，接受信靠耶稣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社会底层的人民能够受到好的照顾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我们能够反思、除去歧视的眼光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
请为在中国最近的水灾，还有人民受苦，能够得到解放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周日教会和会长职改选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维吾尔人以及西藏吐蕃人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香港的民主自由还在奋斗当中的人，还有海外的人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特别为阿富汗的妇女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缅甸的宣教士以及缅甸的政局稳定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缅甸的军政府能够放下他们的武器，寻求民主自由来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请为每个人心中还没有说出的意向祈祷。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恳求你听我求。主听我祈祷，主听我祈祷，听我恳求的声。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你在天上，你在天上，愿你的名，愿你的名受宣扬，受宣你的扬，国来临，你的国来临，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奉行人间。
上，如在天上。求你今天，求你今天赏给我们，赏给我们所需要的，所需要的日用食粮，日用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我们的罪，如同我们同我们宽恕别人，宽恕别人，不让我们不让我们陷于诱惑，陷于诱惑。但救我们救我们免于凶恶，免于凶恶。天下万国，天下万国不是权威，不是权威，一切荣耀，一切荣耀永归于你。永归于你。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阿门。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的分别这一段时间来亲近你。愿你按照你的话语所告诉我们的，亲近你，你必亲近他。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的时候，愿你的灵再次的与我们同在，来亲近我们，也让我们学习什么是你的旨意，让我们在这世上渴望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上帝同行。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有耶稣的心肠跟眼光，看到许多受压迫的人，他们在无助苦难的当中寻求神。也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手能够成为耶稣基督温暖的手，来扶持他人。让我们的眼睛能够充满了关爱，让世人因此能够知道神你对他们的关爱。主啊，我们恳求你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此众人要知道我们是你的门徒。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恳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在主内我心喜悦，信赖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内欢喜他将来临，在他内欢喜他将来临，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在主内我心喜悦，信赖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内欢喜他将来临，在他内欢喜他将来临，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在主内我心喜悦，信赖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内欢喜他将来临，在他内欢喜他将来临，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在主内我心喜
他内欢欣他将来临，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在主内我心喜悦，信赖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在主内常怀感恩的心，在主内我心喜悦，信赖他就不用害怕，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在他内欢欣他将来临。在海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在海中行走的灵魂，永不厌倦不疲倦。
生贫者真有福气，因为天主的国是他们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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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贫者真有福气。